客家系神话系客家，做乜嘅事情都会想到客家。欢迎大家从我去那边尽量把安尼客家文化、神话化、古文化推广俾客家文化嘅发扬，希望大家。我係客家妹，歡迎大家來講客。老爹就为你的客家的事情呢结合到，让你所有的生活中不但会发扬让你的母语的精神，也会推动让你的客家语成为客家文化语言之一。客家中华。